某日小娟喺屋企用電腦上網，突然發覺自己嘅成績表被上載到社交平台上，成績表裏面有自己嘅姓名、班別同埋各科嘅成績。小娟因擔心其他人睇到自己嘅成績後會取笑佢，所以告訴媽媽，但又不想媽媽擔心，就笑着跟媽媽說。小娟因擔心其他人睇到自己嘅成績後會取笑佢，所以告訴媽媽，但又不想媽媽擔心，就笑着跟媽媽說。